Hello， 各位星島體育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櫻花嘅表妹 Mona。Hello， 星島體育嘅朋友仔，大家好，我係櫻花嘅 Fian。Hello， 星島體育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櫻花嘅樂林。我哋係櫻花城絲打世界盃睇波日記。三位有冇話自己最中意、最支持嘅球隊呢？揀世一嘅話，我會揀阿根廷啦，因為我都係支持美斯，因為可能今年係佢隨時係最後一屆踢世界盃。我會特別留意嘅隊伍呢，就係挪威嘅，因為佢哋事隔28年先入到圍去踢呢個世界盃啦，而佢哋而家呢個 line up 呢，係歷史上最強嘅班底嚟嘅，所以我都好期待見到佢哋呢一班黑馬係爆冷勝出嘅。總之就期待佢哋嚟緊小組賽對上法國嘅呢一場比賽，因為強隊對強隊，麥巴比對夏蘭特呢個已經好有睇頭。英格蘭啦、法國啊、西班牙呢啲我都會覺得好想睇佢哋喺球場呢個舞台上面嘅演出，但係我自己咧會覺得我更加會想睇到一啲可能某啲球隊嘅突破，例如係日本隊近來嘅表現都好好啦，甚至贏咗一啲以前覺得可能冇可能贏到嘅國家，例如係英格蘭咁樣。咁而家身份發生轉變之後呢，喺今屆世界盃嗰陣咧，會唔會有啲唔同？咁我呢就係2014年開始睇世界盃啦，到18年開始我先踢足球嘅，更何況我哋係啱啱拍完呢個節目啦。我覺得我對於踢波嘅了解係再深咗好多，所以我今屆我會好期待去睇中場嘅球員去點樣做一啲組織。而我呢，雖然我細個就已經開始踢波啦，但係其實我從來都冇乜睇世界盃嘅經驗，冇乜睇波嘅經驗。自從我參加完櫻花之後呢，又慢慢重拾翻我對足球嘅熱誠啦，所以我係好期待今屆嘅世界盃嘅所有賽事。如果我簡單講啦，因為我係上年2022年決賽嘅忽然球迷嚟，所以嗰陣呢，對於睇波嚟講，我只不過淨係覺得佢哋追住個波嚟跑。所以嚟到今年我識少少踢波呢，我就會留意多少少佢哋技術上點樣走位、點樣傳控，甚至乎佢哋係做緊啲咩策略，我就會睇多少少呢樣嘢。咁你哋參加呢個決賽，即係中區一戰嘅過程中，有冇話特別某個瞬間、某個時段，你覺得呢個氛圍、呢個氣氛可以同世界盃上，好似自己喺世界盃上同？咁對於我嚟講呢，終極一戰除咗個天氣雨勢有時頗大啦，咁大嘅天氣底下，我哋仲要踢波咁熱血，其實喺我哋追翻2-2嘅時候，嗰一下呢，我覺得嗰種熱血就係世界盃嘅熱血咯。即係我諗翻嗰一日呢，我覺得係出場除咗落雨啦，係播起我哋唱嘅隊歌嗰一刻，我就突然間起晒雞皮，覺得原來世界盃係呢個感覺啊！即係預備開波前，原來球迷望住我哋，然後播住歌，我哋列隊嗰個感覺原來係咁樣。我覺得嗰日呢係雨勢有時超大添啦，feel 到自己隻腳係踩住啲草地啦，我啲隊友喺我身邊啦，啲雨係咁打落我塊面度，然後我覺得呢班人同我一齊努力嚟到最後，然後我哋咁大雨都仲堅持緊，成件事好熱血。其實好多女仔認為波咧有可能會曬黑啊，跟住會受傷啊，會打到粗啊點樣啊？咁你哋覺得呢個所謂嘅美麗嘅代價，你哋係點睇呢？咁我覺得喺球場上，即係我哋踢完波啦，會曬黑、會腳粗呢啲係無可避免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呢啲代價都係值得㗎咯。咁但係就係我哋又去努力過，又去辛苦過，先至換嚟呢一啲啦。咁同埋我覺得做運動嘅人係有一種另外一種嘅靚。咁其實我覺得我未踢波之前都係黑同埋腳粗嘅，所以我覺得嗰個影響唔係好大，所以我就覺得 Fian 講得好啱嘅就係呢啲係努力嘅痕跡咯。即係有時咧，我譬如踢完場波咧，我撞瘀咗隻手咧，我翻到去我會係咁睇嘅，即係我會覺得嗰下咧。點解會撞瘀？係因為我搏晒命去搶波先會撞瘀，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努力嘅痕跡，我哋唔係應該抹走佢嘅咯。可能你話曬黑或者受傷係美麗嘅代價，我覺得係美麗嘅 upgrade 咯。即係可能以前我女團嗰陣啦，我就會覺得我一定要扮到最靚。但係而家我覺得自己係更加真實啊，接受到唔完美嘅自己，同埋同大家一齊進步咯。所以你話我黑咗或者點解又瘀咗嘅，我會好即係好自豪咁樣同你分享我嘅經歷。